上帝。咱用心、用诗、用诗歌来学乐，就为听咱的阿爸爸上帝。来，咱先来练圣诗，新圣诗207首，207旧圣诗11首，新圣诗207首。咱来吟这条的诗歌。上帝之权，我爱称赞；上帝之权，我爱称赞。常常学乐出声，嘴里拢袂停，心神少年，夸口我的嘴，的名夸口我的嘴。对。好，这样好一点。来，第一在咧，来。上帝之权，我称赞，常常学乐出声，水龙会响，心心相连，夸口我主的名。来，第一在咧，来。上帝之权，我称赞，常常学乐出声。水龙会响，心心相连，夸口我主的名。207首207。好，来，兄弟姊妹，咱看诗歌，甲咱讲，上帝之权，咱就爱来学乐。兄弟姊妹，咱要来学乐，要来称赞是这位至权、至尊、至大的上帝。所以请咱大家拢爱开嘴。你的嘴爱来吟诗，心就会开。预备，第一站，去来。上帝之权，我爱称赞，常常学乐出声，水龙会响，心心相连，夸口我主的名。来，第二站，来。天地的光，天地之光，日日最华丽。大万开地，江山秀丽，一片流到天地。来，第三站，来。所变的树，我们各自日龙繁华度量。压堂花雨，就给红雨，灵魂如流给笑。来，第四站，来。大兰开地，追逐神天，日日为雨的亮。出梦归，望眼见回，进入梦想回起飘。来，第五站，来。山高海高，有秋天好，西边口家堂堂。你那吹出我变无数，后面我阳光。兄弟姊妹，伊的这个诗歌内底甲咱讲，咱敬畏主的人，咱就无欠一项。第5集讲到师，这个师万寿之外，也搁会欠食米，四季讨食空空。总是咱若是找主，咱若是找主的人，咱就无欠缺憾。因为咱的上帝永远要甲各样的好美拢赏赐予咱。感谢主，咱这时搁要来吟一首的圣诗，新圣诗618首。新圣诗618首。这边拢爱唱歌咱唔好讲话咱来爱开始用诗用歌来吟诗来618首，618首。而且甲咱讲，咱就信靠上帝，咱就信靠上帝，真志向前无退，深信仰望靠主来行，
一切工作的情，惊吓咱就拄去，往往无得累积。上帝知咱一切苦难，认真体贴帮助。兄弟姊妹，信心要带咱来到施恩宝座前，所以咱就信靠上帝，真直向前无行无惊，咱的主必定会引带会带领。来，第一集预备，来。咱就信靠上帝，真直向前无停，真心盼望靠主来行，一切帮助的光，行行咱就拄去。安安无离回去，上帝在咱一切苦难，你必要帮咱来第三个界，来，咱就是靠上帝，真是向前无停。真心盼望靠主来将一切帮助的光，行行咱就拄去，安安无离回去，上帝在咱一切苦难。天天帮咱来第站，来，两会一切风风，救主为咱归路，顿顿平安救主安排，我为平安主张。万主强冠冕，安然领之心，就在主的妙相处，被为冠冕金流。来第三站，来，那那无论失望。我尽力无双，善用救主让你每个人中的心，主你在万暖中，满传亮光速用，有力掌管乱用马主，都是不弃不弃。兄弟姊妹，永远唔通袂记你一项代志，就是咱所敬拜的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，伊有大权能，伊相时也是听咱的阿爸的上帝，所以咱就信靠主，咱就信靠主，无管环境是怎样艰难，咱信靠主的人，上帝要将伊的平安赏赐给咱身上，但这时三甲担心来祈祷。是阮听从阮的阿爸的上帝，阮满心感谢你的恩典。主啊，你知阮的软正，你知阮的软弱，你知阮有济济做袂好的所在。总是主，你用你的疼来惊叹这一切。原来靠伫你的面前，主啊，阮就大胆来到伫你的面前。阮就相信主，你要为阮行，一切阮做袂到。
在主你万事拢会。主啊，我满心感谢你，愿过一届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要领受你的福气，你丰丰富的恩典，愿安伫阮在座每一个人的心中。主啊，我是有福气的人，我要来领受你的福气，平安来到，登去到阮大人的家时，将你的福气平安也带伫阮一家己，祝福伫阮每一个人。主啊，满心感谢你，你知阮一切苦难，你也怜悯阮。主啊，我满心感谢，何等有福气啊！主，愿是你所听的，感谢主。若亲像老爸疼惜伊的囝儿，阮的主比爸母搁较疼惜阮，搁较会替阮来想。主，我满心感谢。但愿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主帮助阮，互阮的心安静伫你内面。若亲像会仔会当安歇伫老母的怀中，主啊，阮也要安歇伫你的内面，伫你的怀抱中，阮要得到意义，阮要得到安慰，阮要得到鼓励，阮也要得到扶持，阮就会当光荣壮大，好走阮头前所要行的道路。满心感谢，祈祷感恩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向伫即个土地用诚实做美名，这是咱做伙来献开圣诗，圣诗241首，圣诗第2首，第4关我爱青山。咱乡亲们做伙记哩来评选诗。亮，阿公我主耶。
告别，台湾基督永远教会的信仰告别，信息的头前面的所在。咱演着咱做伙来读，请。我信上帝，创造公义人甲伊的之死，是主甲世界主，是生活甲拯救。伊囝对圣经交代，内在使我也只是最咱的伊，就是咱的救主耶稣基督。对伊的辛苦，定是伊的死过活，显明上帝的大甲公义，咱甲上帝各和睦。伊的心就是信心，建立咱中间，手术为咱，互咱人类用最面到主过来，万事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，记载伊的救赎。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出证，阮是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体，受命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。最好甲使者是好势的，要敬稳定稳定的，领导所有的子民，通过平安幸福，来成做永万喜乐。阮是咱对上帝的稳定来感。这个历史内，用天性明来甲现生的生活，对应跟上帝，关心上帝互咱有尊严、在意、拥抱，来稳伊的创造，这甲伊三角关系世界，对安尼，咱有社会治理甲经济制度，也有个科学，又有追求精神的心。纵使人做罪，我才会文书，破坏人和民甲上帝的关系。所以，咱着我靠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而免互人对罪中低头包办，是较济的叫做面顶，基督正做新创造人，世人正做幸福，充满公义、平安甲欢喜。阿门。可以请坐。咱做伙来启应，请成为信息的后壁面启应文。过篇时间23篇。咱若迄着，我来建议大家来。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欠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伊予我心的快乐。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，因为你甲我同在。夜困夜快，我安稳自在。我对天的热情，你令我安息的心下，你应由我的头壳，你我归到我出来。你的恩典慈爱已经甲我一世人做伴。我的永远爱你，相信会出。咱做伙阿头来同心祈祷。神将我我俾上帝，我满心的感谢，感谢你的恩典，搁一摆来到你的使用过程中，用时光、有好、有心、诚实来敬拜。阮的嘴搁一摆来孝顺你的恩典，感谢主，你带领伫阮，搁经过这个艰苦，互阮无论是咧工作、生活、家庭，也是咧种种一切出入，拢有主你带领甲帮助。啊，搁再来到你面前，主保守看顾，来互阮将来有做探过着教业的所在甲时阵，阮也有缘终定来到你面前，主保守，相信阮有教业的信心，对来加强起。也感谢主保守阮台湾这土地也面对疫情的场面，也常常难保。
求主互阮有缘有一个隐性的心，在面对种种的挑战内面，有缘当时刻主愿意，互阮搁一摆用这主的下野，人生来我做种面对，互阮搁一摆会当搁一摆隐性反省。感谢主，互阮教会种种的事工的推动，也注意来保守带领。无论是咧对这个小组内面，也是咧家庭社团顶面，种种的小组的成就顶面，拢有注意恩典带领看顾。无论是咧参与的，也是咧邀请，来求主这圣名也当保守安在，看顾保守这事。也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家庭生活顶面，有缘有一摆同主的事中，感谢有做真正挑战。但是我若有缘相信主，有缘头前来求帮助、保守、看顾，我每一个兄弟姊妹心、灵、魂体一切都达健康永驻。有主保守帮助，我就来到阮中间见证兄弟姊妹，无论是到哪落，也有注意家己一点保守帮助，扬在心软弱痛苦，也有主你的圣手也在保守看顾。我一摆将阮今日的厝内一切来为主。阮当靠着阮的心，我的灵，一生听候，领受主，特别对阮每一人所讲的意，来当成阮生命中的帮助。主啊，这时啊，我一摆感谢你恩典带领，也在有做这无够赢的所在，甲时阵，主啊，你拢知。阮若有缘，我一摆将这一切来立起灵心，也顺从主你的旨意来成这事。要是不得时，拢是变成人我生命当时间了，安尼祈祷感恩，都是好。所信主来恳求。阿门。主
刚才讲的时间，迄就个音乐大声，这物件为咱阿爸嘅上帝。下面咱做伙来恭修上帝的话，圣经记载于马太福音16章21节到28节。马太福音16章21节到28节。咱现着咱做伙来读，来请。耶稣对了就去，爬起大推河，西边的境界，拄着巴兰的规人，水因的交界，后叫讲：主啊，家己的路的恁应我，我的查某囝犯着鬼真艰苦，耶稣无应伊就赴，伊的学生来求伊讲。叫甲伊去，因为伊伫咧下面咧后叫，伊就应讲：我这毋是就阮一世的心的牛仔囝，为人来拜伊讲，主啊，人赞我，若是伊讲下囝伊的饼，讲是无合。为人讲，主啊，叫因为领导啊，因的主人倒来，确定为安尼，耶稣伊讲，为人啊，你的心大，照你所爱的，甲你做成，你是你的查某囝已经好。祝福，叫伊依然行起来。下面是传道嘅分享嘅时间，今日传道嘅题目是做一个献内人。我来了。用以下时间来传道。各位平安。平安。今天遥控器吗？哦，这吼是公益啊，用台语讲啊，怎讲？类似可以用，类似不能用，对，就是用起别论。对，直接翻译是安尼吼，啊，毋过咱去讲的是讲，最主耶稣羊条内的人，羊条内的羊。吼，咱的即种的台语会使安尼讲，我讲一摆哦，最主耶稣羊条内的羊，嘿，羊条内的羊，吼。吼，这是公益啦吼。国语甲台语，我即摆吼拢用国语写讲道的这文章，啊，拢爱甲翻做台语啊。翻做台语时阵，我感觉哇，足趣味的，人写台语讲的搁较清楚，敢若讲到即个上重要核心的道理拢讲出来。吼，今仔日呢，我想要互大家看一个这，有人有印象无？举手我看一下。拢无人跟我同款，啊这，我做人惨的。我感觉我可能比你我大足侪岁啊。吼，这阿表着，这是咱细汉伫咧耍的一个童玩啊，足趣味的吼。啊，毋过愈来，我感觉等下囡仔来吼，较第二阵囡仔来，因可能嘛讲因有耍过，因耍的是即边的，迄叫豆片，吼。但是呢是改良过、改版过。但是耍的方法同款，你会记咯，就是爱一个箍仔内底，我毋知影恁是安尼耍，阮本细汉是伫咧一个箍仔内底吼，啊有足侪人吼，就因的迄安那标伫咧内面，啊有诶摕咧手的吼，啊安怎呢用安尼，安那标甲安那标一间头安尼弹会着即个动作，安尼甲撇落去，伸落去对，伸落去，嘿，爱甲走水外口就算输啊对毋对？啊上尾你安怎？在算的时阵，看谁会排上侪伫咧这个箍仔内面，谁就赢对不对？吼，出去较外被赶出界的，伫咧箍仔外面就是出界，伊就算输。吼，咱对这个游戏要讲啥物？吼，传道细汉就爱耍，我昨仔甲大家讲，昨甲阮青少会讲，传道英文是过动的，嘿，足侪物件就爱耍吼。好，
这个游戏有一感觉像咱即摆韩国一个影片足红的，你知影？什么叫影片？哇塞！我第一就知影，鱿鱼游戏吼，这是一个生存的游戏，对毋对？生存的道理，咱要用这个游戏咧来比喻讲，咱今仔的经文爱来了解。第一篇吼，用伫个主的羊条内面，才是生存的道理。第二篇呢，是要来看讲怎样做一个踮伫羊条内的人。咱拄仔讲游戏有当时会叫安怎？弹出去，有当时会叫伸出去哇吼，个出界吼。好，这段经文呢，咱先来看这段经文的头前呢，是咧讲耶稣伫咧家己的海边吼，甲门徒做一个信心的训练，门徒的训练。伊互彼得呢，会使安怎伫咧水顶面行，然后呢，彼得因为家己会惊，怎活落水内底吼。叫着即件代志呢，门徒因就认出耶稣，哇，真正是上帝的囝。然后伊就到倒位呢？这有一个红红的。耶稣伊就到什么所在？到一个格尼沙勒这个所在吼，这是犹太人的所在。耶稣伊是令人伫遮传福音、行神迹，但是呢，法利赛人甲即个文士过来找麻烦啦吼。因家己毋信，毋悔改，啊搁嘛无爱互人来对着耶稣，所以耶稣讲伊是啥物？青梅在带路啊，听无吼？青梅带青梅变怎啊？拢总要挂落去吼，同齐就无。刷落来，即摆就是咱即只经文，耶稣到倒位？推罗西顿，即个所在，即个所在看wat海边有无？吼，有看着图无？吼，伊咧wat海边吼，这是一个外邦人的所在。耶稣伫遮拄着一个妇人人，即个外邦的妇人人呢，伫遮特别，伊甲遮个拄仔讲的遮个法利赛人甲文士无共款，因有一个属灵的眼光甲信心。耶稣管啊，学落去，吼，真正学落去。即个妇人人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叫啥物？伊讲主啊，吼，叫主啊，家己的好的怜悯我。伊真是一个信奉外邦的、信奉异教的外邦人，会使讲出即句话，实在是真无简单的代志。伊是个外邦人，伊竟然会了解犹太人的以赛亚的反抗，伊知影，家己的子孙是要来做王，要来拯救的。哦，看一个外邦的查某妇人人，拢知影即个代志。有足侪犹太人，伊家己佫毋知，佫看袂明白哦。这表示即个妇人人是安怎呢？伊诚疼伊的查某囝，伊心爱的查某囝，伊为着即个查某囝要得到医治，伊付出了真大的努力，非常的用心。首先呢，伊探听到一个高人，叫耶稣，伊就开始注意耶稣一切的消息，甲伊行的心境。伊清清楚耶稣，哦，伊即马去到倒位，啊，即马去到达，吼，有一点仔亲像咱即马小朋友最爱追星有无？吼，然后呢，伊对遮个代志，伊发现着清清楚楚来认得着耶稣伊真正身份。你讲这有啥物了不起？我嘛知影，吼，但是伫当时要知影即个代志的人，较使无信心的帮衬是袂当了解。你看犹太人等几啊千年，等几啊百年拢伫等即个人，但是就是拢等已经出现啦，因阁无并阁看袂出来。啊，即个外邦的查某人、妇人人，伊诚了解，伊煞会当看会出来，耶稣是来拯救。伊对伊所安尼推到的消息，所了解的耶稣，伊知影，哦，耶稣伊真正的身份，了解到耶稣伊有能力，阁伊有慈悲的心。伊知影耶稣会当来医治伊个查某囝，只要伊会使深深来恳求伊，伊嘛会点头讲好，我来医。伊的一句主啊，代替个好个怜悯我。即句话后面代表着伊的爱心，加上伊对主的明白，互伊有极大的信心，心内相信，爱喙里，佮讲出来，讲出即个
信用的时阵会告白，就是像咱拄仔开始讲的，咱基督教咱的长老教会嘛有一个信用告白，对不对？伊个告白是啥物？主啊，伊大声我主，吼，知影伊是家己的好的要来救人的，吼，要来做拯救的。因此呢，上帝要做的工，就因为伊会使明白出来，主所派来的即个以赛亚，会过使用，会使来成全。即个富人人的用心，甲伊的专心，佮有伊的信心，真值得咱来学习。第23节，好，第23节呢，富人人伫咧求救的时阵呢，一开始耶稣有回应伊无？无呢，耶稣拢无回应。啊，听候耶稣回应伊的时阵，伫咧第26节，耶稣就讲啥物？耶稣所来讲啥物？摕囝儿的饼迄互狗，迄互狗仔是无合的，吼。咱实在无啥明白，主是安怎对即个迦南地即个富人人遮尔啊严厉。但是我相信咱拢有经历过讲，当咱家己伫咧求救、祈祷，听袂着，等袂到主任何的回应的时阵，啊弟兄妹，你的心内感受是啥物？欢喜会起来无？应该是袂欢喜吼，而且佫会真失望。较输佫加上，吼，主耶稣甲你安怎管教，讲咱犯了罪，就是讲有更加佫较大的困难、无顺遂的代志、状况来出现，咱可能不只是艰苦尔、失望尔，佫会安怎？有诶落生气、变面。拒绝上帝，怨恨上帝，甚至会怀疑上帝啊，你敢是真正伫咧听我？但是即个富人人伊毋是安尼哦，所以伊不止家己得到主的懊恼，讲伊信心大，啊，佫互伊的查某囝因着伊得到医治，吼，伊的反应是安怎呢？咱来看伊的反应，伊是第一，继续来祈祷，无放弃。耶稣对富人人的祈求，吼无回应，这毋是耶稣无钱。第一个，耶稣可能是安怎？伫咧试验伊的信心。假使对主有真正信心，就袂受到任何代志的阻碍阻挡。咱爱学习富人人有见识，有信心，因为对主有明白。即使呢，主无甲伊回应，伊嘛无退后。继续来呼求上帝，应靠上帝，直到伊有回应为止。第二个呢，是伊无受到惊吓，伊无惊任何的阻挡，领性命就要你去到主的恩典内面。虽然阮都安怎伫咧边仔有安慰伊无，到要想要甲伊赶走，对毋对？但是呢，伊拢无改变，伊坚持到底，就是要领受到上帝的恩典。兄弟姊妹。当你拄着困难阻挡的时阵，甚至有人阻挡你，无法度来亲近上帝的时阵，有安尼情形吗？有可能即个阻挡来对倒位，伫咧咱厝内面的人会反对，嘛有当时啊，即个阻挡是伫倒位来？环境的困难，比如讲，今仔天气伤热，无今仔雨落伤大，无想要出门啊，吼。就是讲，工课伤多啊，伤忝啊。啊，学生就讲，课业伤多，哦，写袂完，时间无够用啊。今仔日先莫去好，吼。常常阻挡咱来到上帝面前，有当时也毋是别人哦，是咱家己哦，吼。那有可能嘛是外务伤多啦，应酬伤多，想要做的代志伤多，即使咱无办法专心来找咱的上帝。伫咧番图看来吼，无管是啥物阻挡，是人来也是咱家己来的，咱拢爱会记咧一件代志，追求上帝，得到上帝恩惠，是咱一生拢爱像即个富人人共款，爱坚持着伊去做的代志。即个使徒保罗，伊伫咧信仰的追求顶面的，
伊鼓励咱爱亲像伫做兵呢，有做过兵无？咱在座的这吼男生拢有去做过兵吼。伊若做兵的时阵，会使叫地面上厝代志变盘无？袂使吼。对，当你想到得到一个物件的时阵，吼，咱有真侪，我今仔才看到一个新闻，看一个足侪人伫咧百货公司外面，百货公司还未开呢，伊搁伫遐怎呢？排队，为虾米？百货公司周年庆啊，为虾米？福袋啦，嘿，福袋对，要去排队要去抢福袋。好，搁有足侪。前几礼拜，前一礼拜嘛，迄 iPhone 13出来有无？哇，大家上网，迄网络拢爆炸，拢连袂去，是安怎？对不对？因为大家人拢伫遐抢嘛，抢要预约 iPhone 13安尼吼。你看，现在咱实在是有坚持落去的心志嘞。拄着要介意的、要治的，咱安怎？性命想要家己安怎？会到手对不对？吼，兄弟姊妹。咱对着耶稣，上帝要互咱稳定，嘛是爱用即个心志，什么爱吼，会信了哦。啊，毋是规年拢爱排队嘛要去甲排，即个福音人就是安尼，吼，紧紧要掠着，紧紧要掠着上帝，无论怎样拢要去到稳定内面。第三呢，咱来看，伊无即个福音人，伊对家己的身份会感觉见笑无？好，遮个。犹太人吼，拢伫看到伊是外邦人，就甲伊赶走。可是伊一点仔拢无担心家己身份的地位。伊讲伊相信主耶稣一定会赐恩互伊。耶稣讲的话，毋是伫看轻伊，嘛毋是种族歧视，这是耶稣的工课有一个顺序、前后的顺序。但是呢，即个福音人超找主帮咱的心困的即个态度。即使即个稳定，就临到伊的身上。你讲我是狗，无错，本来我就是罪人，伫咧上帝面前，本来就是袂堪比。但是主啊，我犹原要来恳求你。你知影，这个是即个有灵人的心志。你知影，唯有耶稣，唯有主是唯一的拯救。耶稣伊工课前后的即个顺序，甲上帝伟大的即个救恩的计划，会因为咱有一个诚恳的态度来去着回应，嘛会因为咱有大的信心，伊所来感动。伫咧即个24节吼，甲即个26节，这两句话，咱今仔日爱特别来讲明这背后的意思。伫咧24节又讲，以色列家失落的羊，吼，即个并毋是讲有一寡羊失落，啊有一寡羊无失落。即个失落的羊，意思就是指以色列全家，因全部的人拢敢若是迄失落的羊，找无着羊的主人，吼。即耶稣伊就用一个受苦的仆人的身份来到这地面上，伊必须要先去拯救这以色列全家。你到满足了上帝伊向以色列百姓承诺过的即个应允了后，才会当安怎？上帝伟大的计划完成了后，上帝伟大的计划，伊是先拣选以色列人，所以伊先去拯救以色列全家。然后呢，外邦人会因为上帝向伊的百姓，就是这以色列人所做的代志，外邦人嘛来认识上帝，哇，真正是真正是信实的上帝，吼，真正是有能力的上帝，才来归荣耀给伊。这个是主耶稣，伊爱先去以色列犹太人的所在，来做即个福音的传道，才来会使来即个外邦人的所在，这是一个顺序。主耶稣伊拄开始，咱伫咧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的时阵，咱嘛有读过啊，吼。主耶稣伊一开始差派12个门徒的时阵，伊是安怎差派因的呢？伊是叫因先去外邦吗？毋是哦，
爱先去啥物？爱先去以色列的所在来传福音。这就是因为耶稣伫咧地面上的时间，咱顶摆嘛有讲啊，咱袂使照咱的意思来安排上帝的意思，对不对？伊个家己的老母啥玛利亚讲，我的时阵还袂到，咱即摆嘛爱学即句话。即个时阵就是讲耶稣伊的时阵还袂到即个万人的时阵，所以伊就先做伊应该做的代志，吼。耶稣伫咧地面上的时间，伊爱照着上帝甲伊的百姓的约定，来完成上帝伊的信息，来承允以色列选民来拯救，甲属下稳定。但是呢，啥物时阵开始，耶稣伊嘛有伫咧约翰福音第10章内底有讲，伊讲呢，我就是羊条的门，若是有人对我入个，就要得救，搁要出入有草羊通食。耶稣讲我是好的牧者，搁我为着羊放杀性命。即句尾来即句真重要哦。伊讲我犹原有羊，毋是伫即条的，我的确要带因来，我也要听，因也要听我的声，搁要做，搁要成做一群，规一个牧者。伊意思是讲，伫以色列即个民族以外，搁有人还袂入来我的即个羊条内面，还袂入来我的救赎的恩典内面。即就是讲，遐个外邦人，遐个外邦人，因要为东为西为北为南四方过来，要安怎入来到耶稣的羊条内面，要得到恩典。照安尼讲，耶稣啥物时阵开始即个领外邦人来为主即个时间，进入伊羊条内面的工课，是啥物时阵？咱知影耶稣伊搁活了后，有40天的时间，伊是甲门徒做过，对毋对？上尾耶稣要上天的时阵，要升天的时阵，伊甲门徒吩咐一件代志，伊讲：恁去普天的传福音互万百姓。即个时阵，福音对即马开始，就是透过啥物人？透过主的门徒，包括恁甲我，毋是迄个时阵的人了。即马主的门徒是一代传一代，遮尔侪人要照着咱传到万国万邦，所以。帮我按一下下一页，谢谢。好，这个古灵人，这个时阵出现，是毋是耶稣的时阵，工作的时阵？毋是吼，所以耶稣是家己讲一个实在的话尔，互伊了解，讲一个事实，互伊知。但是这个古灵人，伊知无？我感觉伊知呢。毋过，伊是赶紧要耶稣替伊的查某囝来赶鬼，对毋对？伊真紧张吼。伊伫咧头前有讲，咱伫咧头前有讲着，伊坚信耶稣一定会当帮助伊。伊伫咧耶稣的面前就谦卑，伊有3届拢称呼耶稣主啊。说落来，伊放落家己的尊严、骄傲，无管怎样拢要对即个羊条的主人，伊就是。一定要得去羊条的，心足坚强的。就算讲有一点点仔的关系，拢无想要放弃。一点点仔是啥物关系呢？咱会使来看后边吼。耶稣讲摕囝儿的囝去互狗仔是无合吼，但是有人安怎讲？主啊，对，因为人啥物？人狗仔也会得食因的主人。倒骹卡落的饼油，什么意思？饼油吼，什么意思呢？主耶稣的话表明讲，上帝的应允是先看顾伊入狱的囝儿以色列人，但是富人呢，伊只有变心，伊接着看遮要主的话，伊安怎讲？对啊，但是
是狗仔嘛会使得到主人的照顾呢，是毋是？伊当时呢，咱爱来想着，即个狗吼，犹太人是安怎看？因是用来比喻讲，无伫上帝信约内面的外邦人，伊就甲伊讲是狗。就是讲，以色列想要什么？想要祈求的即个敌人，伊嘛是会安尼用伫因的身上。吼，所以看袂起吼，就话吼。伊当时呢，大部分的狗呢，拢无经过人伫咧饲啦，拢伫咧外口无垃圾，是叫做流浪狗，吼。啊，伫咧粪扫堆内面找啥物？找食物，所以是真歹过的。但是嘛有一寡狗，咱有看过圣经吧？吼，有一寡狗伊是受着训练，要来看守羊群的，都要保护人的。吼，伫约伯记内底有讲过。搁另外呢，有一寡是较温顺的，主人会甲伊留落来饲伫咧厝内面。咱之前有讲即个古灵人，伊有智慧哦。上帝信心有甲伊启示，虽然先得到福气的人是这以色列人，但是外邦人嘛是安怎？透过以色列人得到这个福气呢？所以这个古灵人就凭这个伊知影的这个知识，伊就抓牢上帝这个应允，恳求这个耶稣，伊知影伊是弥赛亚，恳求伊来帮助。这个古灵人的变性呢？伊放落家己的标哦，伊讲家己是主人饲伫咧厝内面的啥物狗，伊心灵。伊讲，你愈我爱的这个饼油，伊嘛有权利来安怎？嘛有权利来食。即个有灵人明白上帝的计划，伫咧即个计划顶面呢，伊看到家己的位置，这个位置怎么讲？位置。伊看到家己的位置。虽然伊是外邦人，但是袂要紧，伊愿意放落一切去到迄个位置。然后呢，别人看起来遮更小吼，但是伊有愿坚持相信，所以伊先去做啥物代志？伊讲好啊，我就过来去捡啊，叫这饼油我来食。伊个先祈求一点点仔好诶，一点仔详细恩惠。兄弟姊妹，咱发觉啥物代志？即使这足细、足少的恩典，嘛是安怎有够额，是毋是？伊照常会使看到上帝的心意甲基事，互伊的查某囝好起。有灵人去到伊的位置，做一个位置应该做的代志，就是咱遮写的到位。伊伫咧信心的启示中，了解到。以色列人甲外邦人伫救恩的历史顶面有一点仔无共啊，但是伊知影上帝最后的心意是啥物？拢总爱得到救恩，拢总爱得到医治。伊完全倚靠耶稣，这位上帝所交立的弥赛亚，伊放落骄傲心，所以有极大的信心，极力来祈求。伊把握着每一个上帝的应允，无论如何。就是要照着耶稣，耶稣讲伊是啥物？羊条的门，伊就是要照着耶稣对羊条话你去到羊条内。主耶稣看伊遮尔渴望，看伊遮尔谦卑，想要你去到羊条内面，食做伊的羊，好出去有草通食。安尼个坚持，所以耶稣就替着有灵人讲，伊一切表现，哇，是怎啊？信心足大的，有大信心的人，这有灵人得到耶稣的护佑，嘛得到耶稣的祝福哦。至少伊的查某囝伫迄个时阵就好起来。兄弟姊妹，耶稣伊来到这个外邦人的所在，会是忽然间来的吗？哦，是某人的吗？面对来找麻烦的这个文士甲法利赛人，因质问耶稣：为什么呀？你爱怀洗手？为什么呀？你爱怀照规矩来做？为什么你无守着仪式？耶稣对因讲啥物？讲这群人啥物？假好的人啊！法利赛人甲文士是啥物？假好的人，因为因尊重的是人的意思，毋是上帝的意思。尊重家己邪恶，已经离开上帝的心。
个性命是真危险的。安尼性命所做出来的行为、言语、思想，甲因的动机，甲种种人甲人的关系顶面，表现出来就是啥物？心内有污秽，表现出来就是邪恶、污秽、无公义。安尼性命呢，最搁较侪的代志，拢会失去原本水的本意，拢会变做歹，是白白咧做工。就亲像咱头前讲的，青梅伫咧带青梅当做变，拼落去困，肯定，吼，行远就忘。即个讲本来伫咧性欲稳定中的以色列百姓，因拒绝了耶稣，选择无接受上帝的启示甲旨意，拒绝了性命的代志，拒绝了救恩，因家己拢阁毋知。因本来是应该伫咧羊条内面，是上开心要得到上帝拯救甲稳定，是要得到主听的。但是因为毋肯拍开即个新闻，接受耶稣的启示，即使因最后只好伫咧羊条外面安怎，甲溪口、甲犁切齿。但是甲因无共款的是，耶稣伊退到即个外邦人的所在，拄着的即位大有信心的富人，伊愿意接受上帝的启示甲旨意，诚做家己性命的本相甲目标，按照上帝的旨意接纳家己，按照上帝的计划来活，伊因此得到耶稣的认同。吼，咱知影伊得到耶稣的认同，即摆是主羊条内的羊。我相信呢，即个耶稣伊毋是偶然拄着即个富人，伊真正是特别来到即个外邦人的所在，要互即个富人找着伊的。为虾米？伫咧煞外，咱今仔日到28节尔，你去看29节，马上就讲耶稣就离开即个所在尔。耶稣就马上离开即个所在，去到佫转去到加利利海边犹太人的所在。主耶稣，咱会想着啥物呢？即件代志，互咱想着主耶稣会为着咱信心较容易，随时放落一切代志，出现伫咱的面前。你会记得讲要挑出一只失迷失的羊哦，即个故事伫咧圣经内底，有99只伫咧羊条内面，但是有一只出去。耶稣就放落一切，要去找迄只走无去的鱼转来。主耶稣伊透过这个经文，要互咱知影一件代志，三件吼，三件代志。伫遮好，第一个爱靠命努力，互咱家己成做主羊条内面的人，爱排除一切阻挡来做主的羊，来承受个恩。第二件代志呢？互家己好好踮伫羊条内，你毋通耍位吼，若毋通互人甲你安怎踢一笔吼，踢你甲羊条外面。伫咧罗马书伊内底有讲着，上帝若无保守顺心的基，也无保守你，啥物意思？即个本基就是一当受的本基是啥？犹太人，伊拢会使互上帝安怎压落来，吼，折断。何况是咱遮的是啥物？咱遮是插枝的，你有听过种荆州哦？咱是安怎插枝去里的，接上去。若是无合着主的心意，你生做无好，是毋是更加容易就甲你合落来？不管是本基还是接去里，咱拢爱好好甲主耶稣相甲来连结。好好来成长，来大长，然后结果子。第三个，咱爱发觉着讲，咱周围有需要，还是讲有渴望，要你去甲羊条内面的人，咱会帮助因，带领因来得到即个稳定，互周围的人因着你，因为着你得到福气，就亲像即个富人人，伊的查某囝因为伊也会坚持，得到伊钱共款。伫咧希伯来书
11章，比如讲世事无信，就袂会互上帝欢喜，因为亲近上帝的，的确着信伊有，也是报酬遐会求伊的人。对耶稣即个上帝国的君王比赛啊，咱爱有真正的信心。有真正的信心，是所有的人，不论你是犹太人，还是讲外邦人，就是咱即马，所有的人得救，拢是因为有真正的信心，才会使入去甲上帝国。这是进入上帝国必须要自备的条件。这个富人人伊大有信心，是因为呢，伊明白上帝的本质。信心的根基，毋是看讲人的表现怎样，是对倒位来的。信心是出自上帝。若是出自人，你会感觉信心会安怎？忽然间，足有信心的，忽然间怎啊？过花去啊，有无信心啊？忽然间就大，忽然间大，不是。兄弟姊妹，信心的根基是啥呢？对倒位来？伫主耶稣基督，是即位无改变、无变卦，伊有慈爱，伊守约定，伊请咱到底无放肆，并且伊有大权力。另外，信心的家己，也是靠着咱伫生活中不断来经历主耶稣的同在。所以圣经有讲，咱就安怎自信来看耶稣。就是做信的源头，甲正尾的。即是讲，信心是对耶稣来发动、来开始，也是伊来安怎收尾来做结束。当咱有对信心有安尼了解甲信，咱就会使因着相信，信心是稳定的发动机，安尼讲，信心是稳定的发动机。咱就会使愿意啥物放落逐项的重担，来紧来，才会使伫咧天悬咱的罪，用吞忍来行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障。然后咱嘛会使来亲像耶稣一样，为着所安排伫咱头前的快乐，就无要紧，只即马伫咧面对咱的代志，领受着是价顶，领受着是价，当坐伫咧上帝的宝座的内顶，但是安怎？咱会使入去到上帝国内面。兄弟姊妹，来的确做一个伫咧阴调内面的人，互家己踮伫主的稳定内面，好无？互家己为着主即丛葡萄树，咱安怎紧紧甲伊相连，连结，好，用着安尼呢，来得着上帝。借着耶稣基督要守护互咱的逐项的福气，兄弟姊妹，咱来压头来祈祷，咱大家来祈祷。伊个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知影，人生虽然有苦难，生活有困难，身体有袂疼，人甲人之间有离合，阁因有人生的问题，拢伫阮的周围，安尼生命拍拼真辛苦呢。但是主啊，你正做阮的出路，伫咧各样的难关中，互阮也有有缘，会当因为着你为阮备办好的福气，用着信心，一定会得到的即个证据，继续行人生的路程。虽然有逐项的困难，可是阮却毋惊地伤，有时心内会有困扰，才会因为主耶稣。袂绝望，伫人的关系中间，可能会受到欺负，却因为有主你的安慰，有主你的体谅，阮袂孤单，袂有互放肆的感觉。虽然阮常常有软请会互魔鬼来骗去，但是阮知影处理有能力，有诚多的恩典。相信你绝袂互阮行到灭亡。主啊，这拢是你赐予阮的信心。求你继续加添，你教阮见你的面，你教阮得到荣耀的冕冕。求你互阮
阮的性命活伫你的计划甲你的旨意内面，随时期盼靠阮家己，互阮家己诚做周围的人会当得救，得到稳定的气躯，互阮愿意信靠你，归于你，一心念伫营调内，诚做主你的羊，进入你的国。感谢主，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感谢上帝所带来美好的信息，甲毋才对咱生命中有帮助。下面咱做伙来回应上帝的话，信息，信息668首，信息643首。咱就信靠上帝，请咱记得来因传信。
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。主啊，我们现在奉上眼睛前求你悦纳，也恳求你赐给我们智慧，把钱用在教会事工上，使教会更能复兴茁壮。我们现在祷告，来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求。阿门。跟下谁？刚咱天归咱的周报来看来，错别时间。第一点，刚才上帝约定教会备好体的洗礼法，请遵守防疫的规定，咱该全凭水饮来指挥。人比我好，真是疫情已经降温，体聚会的人数无限80人。但是依然爱先来报名，每一摆会成为大活动。预备了大叉叉的符号，请唔好做。闲假期间有做家己姊妹，登记大家出去，希望可以拢平安。今日差不多前往报名教会来到请等等。礼拜后第二段的华语礼拜，请服侍同工来头来继续服侍。在有所报告，请教会各团体会计，尽量会当甲1个到9个小目交互查小委员、基金社甲新理社来检查。为着帮助鼓励兄弟姊妹参与伫阿美区目前祈祷小组。周报内面有人工所写的祈祷文，咱来参考使用。第二点，奖学金的委员会报告，经过审查通过奖学金申请的同学，国小低年级朱瑜、瑞宇，中年级有李欣、李诺、子腾、瑞哲，高年级有佩恩、子雷、李毅。高中有凯乐，大专是双福音，还有迪珍、思轩，还有俊杰，请继续努力加油，无论是信用还是学业经营，我会当祈祷上帝。第三点，会当参加10月17后日主日实体礼拜的兄弟姊妹，请伫10月12拜二上午9点开始，教会一同甲各团体来应面来去，无人数无限80名。依然爱实体实名登记。第4点，平安宫查经班定伫10月13礼拜3上午10点，伫3楼有实体聚会，欢迎参加。第5点，10月17号日主日，咱教会所定的出入学儿童主日，咱为着来做出着后一代信用的出入学中学教育时间。来关心来做甲奉献，礼拜中也团热心回应甲小福音，请影像的同学会当来亲自出席。第6点，学生在祈祷中带个人困难，因主的恩典甲祝福，为着培养兄弟姊妹较侪信心的祈祷，会着邀请詹牧师来带领拜五暗时。8点的查经祈祷会，也欢迎咱兄弟姊妹做伙来参与。本周10月15有实体的查经祈祷会。第7点，圣经的轻松题，下半是个较保密下段，读经读7经。10月份咱做伙来做一条经书7经20到25章。本周的寿星有10月10号的桂珍姐，欢迎听，甲咱的牧师10月10日林梅姐，来跟大家讲。好，来下一个哦。
请这是我心就会上帝欢喜，因为亲近上帝，较有信由，也是保守也有伊的人，来输在手，来过一摆，这是我心就会上帝欢喜，因为亲近上帝，较有信由。也是保守，也有伊的人，你来输在手，以后是咱逐个时间请来过。咱即时要请兄弟姊妹三家起立，用祈祷来到施恩宝座前，来亲近咱的主，咱的上帝。咱三家开声开嘴，而且三家来祈祷。是阮听候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满心感谢你的恩典，手术互阮有即个官兵来到伫你的面前。主啊，阮要借着祈祷，阮要来亲近你；阮要借着祈祷，主，阮要来望着你的心。主啊，你有甲阮讲，你信的人万事拢会。主啊，伫阮软正软弱的时，伫阮无法度，阮毋知要怎样的时阵，主啊，阮只有凭着阮的信心。主啊，阮恳求讲，主，阮的信心虽然软正，虽然软弱，总是主你无看轻。主你要欢喜听阮美丽的声，来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得到丰盛的恩典。因为主你讲，你所手术互阮的是主平安的意念，你是要互阮丰盛的生命。主啊，阮满心感谢你。当阮即时来到伫主的面前，阮要按主正来祈祷，将阮众人所欠缺的，主啊，求你正来成就，互阮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有永远的福乐。主，阮满心感谢你。阮也恳求主正来看顾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主啊，求你正来祝福阮的囝儿时势，互阮的囝儿时势，因无就是出去外口咧做工课，也是伫咧读册。主啊，你拢保守看顾因，出入平安，入入平安。主啊，你也保守看顾因，互因做头无做尾，互因伫你的丰盛内底，嘛要正做别人的祝福，互因来明白主你的荣耀。愿满心感谢你。但愿即时也要为着阮的教会遮的离婚的青年，也求主你为因来陪伴适当的对象，也求主帮助，互阮的青年来好好陪伴家己。伫即个时代压力真大，主啊，愿恳求你怜悯阮，也求你伫遮手术教育的问题，互每一个来到伫你的面前的人，拢要食甲真饱。愿满心感谢，也搁会当来分互人。主啊，愿感谢你，愿也求主你看顾带领。兄弟姊妹即阵拢有咧注射疫苗，主你也帮助每一个注射疫苗的，拢有好的抗力，因为身躯会当得到保护。主啊，愿满心感谢你，愿也为了即个。出国兄弟姊妹黄瑜伫咧英国，骆文、一凡、史婷、一山伫咧澳洲，彩云国强、伟丽伫咧美国，搁有志宇重企专家文腾易经因伫咧中国的所在，即个梦如伫咧法国，是即个细灵兄因专家伫咧南非。主啊，你拢保守看顾因，互因无论伫逐所在，你拢车台天使天兵，伫因的四围伫遮来固守，互因出入拢平安，也互因伫迄个所在会当来找到一间即个属灵的家，一个教会伫遮来帮助因，来坚固因，互因的信仰拢伫遐不断伫遮来成长。阮也为着翠兰姐右中兄冠恒甲新春兄搁有蔡红姐搁有素玉姐、李玉姐，主啊，阮将遮的身躯软正软弱病痛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。
主啊，阮的肉体虽然会渐渐来衰烂，总是阮要因为甲主哪来哪亲近，阮的心灵要刚强壮大起来。主啊，你来祝福阮教会每一个老大人，拢有亲像家己的心志。主啊，阮的人生会寡大，阮要互主来使用，阮要常常为着阮的囝儿事世，常常为着教会，常常为着这个社会，而且来带导无停。主啊，互阮成做一个上灵的带导者，常常将阮的囝儿事世，阮所有欠配拢带到主你的面前。主啊，阮满心感谢你的恩典。主，阮也将这个教会目前咧推动的 RPC， 甲这个家庭的这段交托伫主你的手中。通过 RPC 的祈祷，主啊，你帮助阮兄弟姊妹，搁较而且来做一个会晓感恩的人。伫这个稳定的中间，主啊，阮得到徛在，也帮助阮的兄弟姊妹认识家己的身份，就是阮是主你所听的，阮是你的宝贝囝，阮是尊贵的，阮伫你的内面是有价值的，阮嘛要认识阮的主上帝是何等伟大、至关至尊的主。哦，是你无难成的事，你要听你的囝儿卑微的声，你要将当有丰盛的好命，赏赐互祈求你的人，满心感谢。主，阮将一切交托伫你的手中，帮助阮的心安歇伫你的内面，满有平安甲喜乐。祈祷感恩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英文家己来做最后的上198首。较侪会倒意会。